米奇与他的好朋友去游台南。那活动时间呢，就从我们9月9号开始到10月30号。这一连串呢，我们还会有搭配晚上的一个灯光秀，7彩的这个米奇与他的好朋友们会在安平油气码头等大家来哦。我来这边就是打工换宿了好几天，所以每天都要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感受，真的很棒，而且很欢迎全台湾的人一起来这边旅行。我就是每天散步会来这边，所以从他一来的当天我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连续3天都来。所以安平的居民应该很期待，非常期待。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安平是集结了食宿游购行娱乐的重要观光景区。今年9月，风靡全球的米奇与他的好朋友一同来到台南安平，悠闲漂浮在码头旁，相当吸睛。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欢迎各地朋友来台南一游，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非常高兴我们跟美国迪士尼公司合作，能够邀请到迪士尼的米奇家族来到台南，来到安平，来给大家介绍他的家族成员。那其实这个展览是当初筹办了非常的久，那经过很久的折冲，他们才愿意，而且是第一次在水上的展览。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度过一个快乐的，我想是展期至少1个月嘛，那大家看到这个米奇家族的造型，尤其迪士尼以这个唐老鸭或者是米老鼠，他们已经即将进入100周年庆了所以他们非常不容易把他们的玩偶能够出借给外面展览的。在这边我还要介绍几个客人这叫 Mickey， 这叫 Minnie 这个叫做 Bruto 这个叫 Goofy 这个叫唐老鸭，这叫 Daisy 这个叫琪琪这叫弟弟。我有下功夫的，所以这就是我喜欢安平的原因很谢谢这个迪士尼的米奇家族都已经来了那来到台南，来到安平所以希望大家喜欢。我们很多好朋友，大家费尽心思，在交通上也努力来疏导，在场地的整洁以及整个的这个场地都非常好这欢迎大家一起来徜徉最美好的亲子时光。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根据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对2016年开始，针对全国22个县市所进行的饮食环境市政表现评比，同时嘛是要看首长环保政见落实的情形。结果台南市已经连续2档摕下优等 A 级，2021年度竟是全国第1。对此，吴市长表示，将以相关的指标继续鞭策家己。台南毕竟是个古都那所以说面积幅员又很辽阔，大概是台北市的9倍大。因此呢，环境的维护坦白讲，在有限的人力上还是非常吃力。那幸好是很多市民朋友们跟志工的投入，还有加上一些绿色能源的加持，所以大家会觉得比较好。不过环盟里面还是点出有几个点，我们现在需要特别注意的所以说我们会把这环盟所提出的点该改善了，尽全力来改善，希望让台南市的环境会做得更好，然后让市民朋友会感觉到这样子的生态永续的努力，让市民朋友们看得到。
每条进一步表示，环境保护联盟的评比项目真有，包括有水接供回收、地下水整治、空气品质维护等无容易看起的工程，拢爱公开接受检验。不过，有信心维持高分。特别总统已经宣誓，2050年将达成净零碳排目标，所以包括再生能源、绿色运输、甲资源应用等方向，拢是伊后一年施政的重点。台南新闻军事林英光采访报道。国际级的美食品鉴米其林指南今年首度将台南纳入评选城市，有27间美食店家得到必比登推荐。17间评审推荐的入选餐厅，总共44间餐厅店家得到肯定，是今年新入选餐厅总数量上侪的城市。台南市观光旅游局特别举办得奖业者的分享会，伫会中由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颁发纪念奖章，肯定这业者。明年的米其林的评选，我们能够除了入选必比登，还有米其林入选。这2个项目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我们的美食业者能够摘星。这摆入选的店家包含侪知名在地小食，有沙白鱼料理、米糕、串冰、土特鱼鸡、牛肉汤、虾仁肉丸、鱼皮汤、小卷米粉、碗粿、咸糜、打面，还佫有伫网络顶面掀起论战的府城师傅的蚵仔煎。另外，还有火锅、法国菜、日本菜等料理种类，展现了台南的多元饮食文化。相信我们的这个美食之都的这个名声也可以奠定国际的一个能见度。这是台南今年是我们打开国际美食推广的最重要的一步那我们也期待明年、后年成绩可以越来越好。观光旅游局嘛特别甲台南的景点结合，推出6条会当耍又会当食的旅游路线。分享会当中嘛安排连续4档得到米其林1星的台菜餐厅来传授经验，同时邀请到知名 YouTube 现场连线。观光旅游局嘛推出台南米其林美食特搜站网站，让国内外观光客会当借着网络平台轻松找到台南各区的美食，规划属于家己的台南米其林美食指南。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国定名属台湾第一乡西港乡，今年有3个舞厅受邀请到国庆典礼表演，分别是七股树仔脚、保安宫、大天府、白鹤亭、西港乌树林、公主宫、金西亭，以及安南区溪南寮、兴安宫、金西亭。为了让国内外所有朋友看到因的精彩表演，3个顶头200多人，伫16号伫罗里门天后宫广场头前操练，钟鸣盛大。第一次我们将民间的阵头拉到这个国庆大会上去，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所以这个意义非常的不一样。那第一个是将阵头我们在做这个团练，其实就是在捍卫自己的乡土将这个概念呢引进到国庆大会里，那也刚好跟我们今年的主轴守土卫国、你我同行的概念互相的呼应所以这个是我们国庆大会的第一次。200多位成员伫大日头下练习，也袂讲苦，因为会当去国庆大会舞台上表演，大家拢感觉到真光荣。不高兴呀！对，因为只有看过，没有进去，没有到前面呢。嘛希望讲把咱这地方的这文化传承的物件再带动给全国。我们都了解我们台湾西港的第一乡是如何去筹备去表演，让大家都了解我们这个文化什么叫做金狮镇，什么是松江人这样的。然后我们就是有两组金狮镇，还有一组白鹤镇。过去伫国庆典礼上看到拢是国军3军仪队、宪兵机车连，也者是其他学校仪队演出。国庆筹备委员会秘书长陈宗岩表示，今年是第一次安排庙宇顶头伫国庆大会上表演，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意义嘛非常的无同款。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安南区市员参选人林伟年仅30岁，并拥有丰富的学经历。自屏东教育大学毕业了后，便进入立法院担任助理。2018年以无党籍身份投入安南区市员选战，在短短3个月时间，就冲出6618票，以小小差距落选。后来转去到校园，担任各中各小的教师，暑假也加入去山区服务偏乡的活动，重视教育意义。这届再度展现决心，提出教育议题以及邻近社区等政策。我的总部拢会看到真侪囡仔的倒啊椅啊。我的总部像咧安亲班，咧做这个免费的这个课后辅导。咱会当将咱的专业，将咱的教育，会当来扶持着家长。讲实在，一个囡仔即马伫安亲班，嘛要过6000一个月的开销。所以讲，咱尽量会当上看卖边咱结合着咱社会的力量。阿伟要伫遮台仔顶，伫咱不做工的面头前，要甲大家报告。咱若当选市议员，有这个公费的助理，阿伟也要甲大家报告的是，咱若当选，我希望讲咱这个教育的点，我即马现主是做3个点，咱海东国小会当联合着定海国小、显江国小，搁有咱安定国小。我现主是搁有第2个点伫海淀国小，第3个点伫安庆国小。未来咱希望讲，咱安南区国小，咱拢有团队会当来协助咱的家长，协助咱的囡仔，会当共同来享受着这个教育的资源。竞选总部成立这天，现场嘛来了真侪贵宾前来祝贺，咱会当看到第一寮法案局主委郑敬成为林委披上彩带。5底寮庆和宫建桥营有主委郑清宏也送上好彩头，还有国际赛主会主委郑顺和等3位林委故工组一同到场支持。台南市家长会联合会营务理事长林祖云也向乡亲推荐林委这位优秀的少年人。无党的无好行啦，坦白讲，虽然大家感觉讲即摆的政党政治吼，有当时也感觉足讨厌，但是无政党咧排。无党要选嘛是足困难啊！哦，但是我头仔看遐济少年人徛伫后壁，遮拢要出来选安尼议长。我希望安遮少年人共做伙，搁招下底遮的乡亲时代，大家支持安林伟，甲这个少年家送入安尼台南市会，好唔好啊？好！除了宗教界、甲教育界贵宾相挺，海东里长郭东勋以及这位安南区的里长候选人也拢登台。展现出新议员、新里长合体团结拼选战决心。林委看手司马嘉年嘛表示，这是林委第2届参选，选择了政治这条无同款的路，只是希望少年时莫留下遗憾，全力以赴。现在因的服务处甲总部拢参照教室同款，咧做免费课后辅导等课程，协助家庭甲学童，所以希望乡亲会支持，也希望会当为地方的服务来做无同款的代志。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哦，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
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互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过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来到车来车往的高速公路林德服务区广场，设立侪单位，拢是林德中州中心社区的农特产品，嘛是依照季节性持续甲小农合作的行销活动，场面相当热闹。宣传会中，主办单位表示，因就是提供安全舒适的环境，透过经营的统一超商来好好支持在地小农，互经过用路人更了解中州的特色文化。借由这个的机会，能把我们的仁德跟中州的一个产品介绍给我们的用路人，甚至于说他经过这边，你们下来看一下，能买一下。还有我们中州有很多，好像蛮多，像那个保生宫啦哈，还有我们蔡家古厝，要玩的地方也很多，我们欢迎他们过来。那我们高工区这个的立场呢，就是我们提供一个最安全的环境、最舒适的一个可以去用餐啊，可以去购买这些东西。我们的产品不会比外面贵，一定是应该是小于等于啦哈，一定是非常实惠的哈。用一些脚踏车，就是我们刚讲的 T 位嘛 ，T 位也在由我们的一些中州的一些区域，让我们的用路人能够食当季、买当地、游在地啊，这是3个地方是我们统一超商非常的推广我们在地的农业啊。这次真的也感谢里长有赞助一些地区的农产在做义卖。其实我们做义卖的这些金额，我们都长期赞助跟我们长期配合的以恩关怀协会，这是我们去做的。为了为期3个月展览，进一步要了解中州泡菜、乌麻油、加豆腐泥等农特产以及农村的观光旅游，让大家吃在地、吃当季、佮游在地多元选择。如果将有1800人次的观赏人潮。
中州的部分呢，跟我们的中生社区其实一直在致力推广我们自己的在地的一个相关的产业活动哈。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交通部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这边跟我们的统一这边，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那非常感谢。不管是吃的、用的，甚至佚佗，你拢唔免传啥，只要一通电话卡的。伊也接会到，人来就好，因为不只是这个物件啦，包括着控油、骑脚车、观赏花海的活动，其实一系列的活动，有山有水，还有农村的一个特色风情的部分。非常的好吃好玩哦！开活动间现场农特产品的销售所得，嘛将转属关乎义恩关怀协会，为经济弱势家庭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对原本水晶装饰品的店面所改建而成的艺文空间，就为伫100年历史的大菜市街区3层楼高的基地相当显目。创办人杨倩宇表示，日前以微型食品店拍头阵，就引起热烈的回响。这回伫正式开幕的第一档展览，特别邀请9位艺术家来参展，以金刚、纺织等多媒材创作。有一寡饰品虽然是挂伫展览的创作，不过嘛是真正会当搭配青菜，要让大家甲艺术无距离，融入咱的生活当中。这是我们这个空间开幕的第一个展。那之前我们是经营4号洛世奇水晶的 DIY 的材料，那因市场的转型，所以我们有因为我跟妹妹 Elvin 的兴趣，就是妹妹在这边，对，因为一个兴趣，所以想说我们应该要做一些跟之前产业有关的一些活动。那其实以前4号洛世奇水晶，它就跟艺术一直是有关联的。那我们可能有很多配合的老师、学生，或是说很多南艺大各个艺术大学的学生。那因为跟他们长期的这样子接触，包含我们还有一些自己办展的经验，因为刚好4号洛世奇本身他们也做了一个形态的转变，所以我们就在这一年，然后就想说好好思考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因为这个社区，我们已经在这里在地经营很久了，就一直想说可以在这里做点什么事情。那刚好这个地方它缺少了很多跟艺术形态有关的东西，然后包含其实台湾有很多的艺廊，它都是在比较偏僻或是需要开车特别经过的地方。那我们这里是一个人潮很多，车潮也很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区块。那我希望可以利用这个景点、这个地点，然后把艺术就是推广，让更多人知道。随着西市场无同的转变，木内空间用艺术的形态来呈现分世代每一个人伫无同场合、无同身份都有无同的表情，用第100张面来形容，描写咱生活的无同意念。其实应该是说，现在这是个科技时代，然后每一个人每天都不同的表情。例如说，我今天在 FB 或是在各个社群媒体上拍了一张照，明天再拍了一张照。其实同样都是我，但是我每天都是给每一个人呈现的是不同的感觉，甚至就算说同一张照片，他们看到我也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第100张脸代表说一个人他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面貌，包含生活，包含社群媒体，包含家人，或是各个时候。该展览将持续到10月23，接下来还有艺术家的所谓创作，欢迎大家来欣赏，大开眼界。台南新闻管及林英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